心匆匆奉命大花送，哪怪得苦死一女在当中，避过了门房看修人，惊得父来落无穷啊！小姐呀，问心爱中初见面，神梦里多情遗留真知梦。从此时千丝百柳江城西，玉门四海难相逢。此情一片难自知，马身欲靠金府中。我为你丢儿求了多少，我为你再修下言做自动。老母愿派儿不归，童儿灭子无影踪。夙愿光阴必永依，前夕今生恨他夫人修身，家夫妇备受不忠好。今日定能见家用，谁知小姐冒风闻，我们强婚时雨落空。我终到三更水中已无路，谁想到恨他夫人迷雾把莲花送。今日我要倾吐衷肠表心意，愿小姐连在西家无用。菩萨上得溜去，旁边取娃子丫头真是厉害。他啥不让我进去讲话，这便是我是好。有了，刚才写好了两股小帖儿，不免将他上玉兰的。小姐见了，因为问我。自梦梦啊，你陪我身边已疏用，望你今日有灵通。小姐跟前随我意，这件好事先让你立大功。此一是阴阳门，叫我是无辜这一送怪你，欲恐怕要阻隔了吴三生哎，我既来此岂有不敬之理？待我见其应时。妈妈开门来，妈妈开门来。那行头胖堂胖堂，说人就要开门。妈妈，我是霍心啊。我是霍心。妈妈。霍心滚滚，想你老朋友来了。不管到我，霍心滚滚，侬叫开门又说个事体。妈妈，我奉了老爷夫人之命，送来平地莲花与小姐问丧。
哪来？什么？录音发票啊！哎呀，我倒忘了啊！这是不好进来哦。妈妈，这都是阴阳家，里面都是女角。像侬这个年轻小伙子进来，这是男女分别哦。啊，妈妈，我是奉命而来的呀。哦，侬是奉命来哦。哎，我是奉命看守哦。没录音发票是不好进来。在我陪人上前，我个姑老太婆是吃罪不起哦。啊，凄凉啊！侬叫我亲娘啊，妈妈，我在叫你亲娘啊！我活到这10年纪，没一个人叫我亲娘，侬都叫我亲娘嘞！妈妈，侬等一些，等一些。啊，亲娘！哦哟，不管到我，哦哟，我有介聪明灵光的干儿子。困到半夜里做梦啊，会小心哦。亲娘，你看我绣的花篮不如旧的，恐怕莲花枯焦，这便是何时好啊？哦，哪来？我去送接小姐。亲娘啊！君子就当那英英，席上祖母是娃生。小姐有病，她心中急，得命我送平地莲花本爱人。她岁岁定人话许多。那么侬讲得来，我传给小姐听好了。亲娘啊，只怕你年老口齿不灵敏，难以在我心中居。那么侬又说个心中情人？喏，我马身金虎一苏玉林，从未口头领过上城市，一打两片几千斤。沙梦上世人计量，替你亲娘添一斤。可是不管到我，只要侬多来看我几趟，也是够了呀。还望亲娘方便。好，我就怕你，不侬进去，侬自个要当心了。多谢亲娘。这就撇开了阴阳门。看谁在做了我的引路人啊！莫到桃源路半天，恰有与郎来问句。好嘞，侬等一些，让我接用班啊。哎，是。原来是妈妈，妈妈，什么事啊？喏，太夫人啊，差好心官官送平地莲花来了哦。有了妈妈了，妈妈，你吃好了呀？干儿子，我门口等侬等哦。是。好心，不错，去挖大金啊！好心这个，把花来拿来吧。我奉了老爷父神之命，这平地莲花要亲手送与小姐。嘿，你虽是奉命送花，也不能乱唱。哎，你可下堂楼规矩，从不乱动堂楼的。去挖大金，实不相瞒。前次我马省军府口头领赏。
恰逢小姐身子不顺，要我今日临上，而我等了数月。今天好容易遇到这件好差事，求啊大姐，你就人见我吧。好，那容易，你在下面等着，我去通报小姐，把2次上殿叫你拿下来就是。拿来吧。求啊大姐，这平地莲花乃是虚婚之文，老爷说过12年才开放一次，他不能遵守啊！一遵守，恐怕莲花枯焦。那我问你，你还不到此可能转过手呢？那当然没有转过手啊。不能上去，真的不能上去。好，我是奉命而来，既然曲娃大姐不让我上去，那么我只有将原物退回了。原物退回。来，好，让我替你报来。多谢大姐。能不能上去由小姐做主，我也不管。是。你在下面等着。是。连在城
不去叫他上来，不必多讲。那么请他，那是要我好快嘞？咦，我小姐今朝为啥又往日不动？往日不准乱动上楼，今朝听说是火星，他讲，就是他呀。自不自见，见之无妨，叫他上楼，不必多讲。我啊，马背这里跌落来，到牛背这里反手。我小姐啊，无非是问他人品好，才有高。才有？哼，我今朝倒要试他一试，再相信你。喂，可心小哥。哦，来了。来，小哥啊。我听府中人夸道，夸你不信才有高，小弟也曾万儿公，他要进得将你靠。小姐要靠我，请此刻大人出地来，求啊大姐，非是我夸口，问得上元到最昂，外面领堂先夸口，大言不谈领人表，等下此刻出地来，我看你是不耐下真开销。求啊大姐，口是万事必死，可是上了有个规矩，要头顶画栏，头顶画栏，三步一跪，三步一跪，对得上来么上来三步，对不上来呢？对不上来不准你上楼。哎，我晓得你领章慌乱嘞。哎，你知道什么？好，你就讲吧。八这雷天八中关，何行小哥，你可管过关呀？问夫在话，问奴对，求我大姐尽管出对呀。跪下。大姐，这个门就免了吧？啊，免了吧？好，我跪，我跪。哎，这真是人在牙眼下，真棍不低头啊！把话来定好。啥狮子头顶啥香炉啊，何日下地？你派怪手那你丈夫一笔勾销，大姐勾销了吧？哎，勾销了吧？好，这个免了，但单子可免不了。你讲，船头开花赏岳父。哎呦，原来是个操苦，莫连举子一动噻。来，还有个大口，你个吊水引出金的过瘾。和尚长船旁挡山的芦花，你山的哪里来的芦花？你井里哪里来的观音啊？你听着，6、7天，一个尼姑头上戴着一个风斗，到井边去吊水，引出来啊2个观音。你听着，一个和尚他在长船，和尚的头皮是光的，引到山里像不像个芦花菩萨？他一篙子下去，是不是旁挡山的芦花啊？像啊。手舞栏杆接声，叫他五体步步高。咦，三步呀！好，跪下。哎，园内一枝梅，泼出园外来，梅花本是白，爸爸与爸爸。窑内一枝烟，鸟出窑外来，烟头本是黑，呵呵又呵呵。你哪有这许多黑？一点白也不少啊。好，我你出口袋。好。园内一枝梅，窑内一枝烟，泼出园外来，鸟出窑外来，梅花本是白，烟头本是黑，爸爸与爸爸，呵呵又呵呵，爸爸与爸爸，呵呵又呵呵。来，对不对的？我还要去问个小弟呢。哎呀，秋娃大姐，你要快点来啊！你与我等着。
这丫头从中来做官，我只得买啥媳妇身上她。去话大姐，不管为啥你？去话大姐，来了，叫什么呀你？去了这许多事由，是不是呆子吃完了？哪里是呆子吃完了？儿子的大姐在里面谢谢你。这可不的丫头。哎，问过小姐吗？问过小姐了，随你带着上来散步吧。下桌子头下地，风吹无意北朝天。好一个风吹无意北朝天。好心小哥，你穿的是什么衣裳呀？蓝衫啊。好，我猜对了。小小青蛙吹蓝衫哦。去话大姐，你穿的是什么衣裳啊？我们红袄呀。我也有了，靠着往下走啊。嘿，小小青蛙，两你难登高虑。哈哈哈，靠着往下看你真神忘影啊！呀，吹，跪下。应定他定，月照应，应宜应不宜。毛不上头，风吹毛，毛动毛不动。侬毛为啥不动？你的音有没有意啊？我有解释，侬听着。一只夜莺停在塔顶，月光照在鹰的身上，下面是不是有个影子？月光移动嘞，这影子也移动嘞。这只夜莺呢，还是在塔顶上，是不是叫应宜应不宜？你听着，一只毛伏在墙头上，一阵风从它的身上吹过，毛身上的毛动了，毛还是不动。哎，是不是叫毛动毛不动啊？不动最好。毛不动，应不应？我可要走啊！来，三阳上山，带到三阳谷，妈，水牛落水，水进水牛别扑。这样啊。哎，鸡犬不上吊，养出作业梅花。雨木翻西山，引出香断不休。你哪有香断不休？你哪里来的作业梅花？你听着，夜间路接人上，天亮头有一只鸡一只狗，走过右上的桥，鸡的节奏像作业，狗的节奏像梅花，是不是叫作业梅花？一只活生一匹马，翻过西山，活生的节奏像不休，马的音像响断，是不是叫响断不休啊？不是。你是的什么？你读的什么？我读的板句。我是的泥鳅。我会花。我会编。我飞过9层山峰，画一只凤凰。我有过9根9根编织王船。侬哪能会编王船呢？你哪里会画凤凰啊？侬听着，我这只板句啊，飞呀飞，飞过99层山峰，树上的松花落在它身上，岂不像只凤凰？我泥鳅游啊游，游过了9根9根，泥鳅的身上染满了黄土，是不是编织王船？来，对不对的？我还要去问个小姐呢。哎呀，秋娃大姐，君子有人人之美，你不要这样缺德。你我老老实实的跪下，需要万跪，不准啊！我还要把你从头跪起。他对大石头好才华，本是名的好像特强嘛。今日里我南山山快看，我翠花要在身先把呀。秋娃大姐，秋娃大姐，让我数过。退下，退下。哎，问过小姐吗？问过小姐了，马马虎虎随你对着。秋娃大姐，你呀，细数观音，一片冰心，难句苦啊。
玉林路海两子里家是非，趁着趁夜做趁梦，秋风秋雨是秋啊。做本无心，外面学生之间。哎呀，有气空，里面都是事情哦。秋娃大姐，只有一步了，你就让我上来吧。你我老老实实地跪下。唉，如今我啊，胆子出来了，想你可有一比？比什么？你好比童子被观音啊，儿子归娘亲。你这个倒灶观音，连五花肉都没有的。哎，我叫你送上来了。哎，送上来了，外面等儿。是，让我去抱一小姐。哎，